佢點樣同時做到收音咪、GPS 同埋圖傳遙控器嘅呢？最多可以連接幾多部相機？實際用落有咩限制同缺點？今日同大家開箱實測一下。第一，開箱 GPS 收音圖傳遙控器。首先係遙控器嘅主體，都有翻啲重量，等下先睇。一粒防風罩，仲有一個固定夾，之後有一個底座，大、中、細3條直膠橡筋圈，一條錶帶，同埋一本說明書。呢邊就有咁多嘢啦。睇機身同埋點樣 set up 之前，不如睇下用佢做咪究竟有乜用。第二，收音功能實測，冇對比冇傷害，先聽下用內置咪收嘅。首先聽下內置收音啦，我就唔係用佢收音嘅。當我離開咗部相機之後咧，大家應該唔好聽到我講乜嘢。而家轉用佢做咪，但如果裝咗呢個收音藍牙遙控器之後咧，就算我離開咗部相機，行到好遠，佢依然可以收到我把聲啦。呢個就係無線收音咪嘅最大好處啦。咁而且佢有埋 GPS 喎，一物二用係幾方便嘅。如果我冇需要擺低部機影咧，用內置咪係咪夠㗎啦？如果揸住自拍棍邊行邊錄嘅話，其實相機個收音咪又唔係離自己嗰個嘴好遠。用外置收音咪咪真係好好多咧，你自己聽下啦。我而家開咗雙軌收音，所以咧就可以內置不錄。咁我呢個藍牙遙控咪都會錄嘅。咁大家聽下個收音個分別啦，佢都有而家好興嘅去除雜音功能，等一陣會測試，記得睇埋落去。而家先帶你睇真啲部機。第三，主機機身設計，睇下隻遙控器本身啦，正面有個玻璃熒幕，圍邊用膠做，但係唔係嗰啲線手硬膠，係有少少絕手嘅少少腍嘅膠。個頂正中間係收音咪啲窿，有錄影掣，仲有另外一個掣。呢一個側邊就有指示燈，另外一個側邊就有個喇叭。個底就係 USB-C 充電頭，背面係認證 logo 同埋啲產品資訊，上下仲有兩個凹槽，應該係俾你扣住個底座嘅。頭先講過佢算係幾聚手嘅，佢跟埋嗰堆配件設計都唔錯。而家先睇下。第四，防風罩同埋3夾配件，收音咪防風罩灰黑色毛毛，上面有塑膠卡位，應該可以卡住遙控器頂部，只要對啱位再擰就會鎖緊噶啦。鎖緊咗唔容易甩，要掹翻出嚟咧，擰翻鬆佢咁就開到啦。個夾就咁個樣嘅，成個都係用硬膠做，呢度有品牌 logo， 呢度有個掣，撳落去就會開咗嗰個膠爪，咁後邊嘅設計都 standard 啦，咁樣打開嚟夾嘅。安裝嗰陣，我應該係會先將上面嗰個卡位卡好，之後咧就撳落呢個位度，咔聲咁就夾實咗噶啦。咁呢支收音遙控咧就用咗個夾可以夾喺衫上面，睇落佢好穩陣。要拆佢落嚟咧就撳呢個掣，一撳咧鬆開咗個膠肘就可以甩開佢。咖啡 T 恤個樣係咁樣嘅，如果衫領高，啲毛有機會掃到條頸，有機會入聲。佢又唔似原廠嗰個正藍牙咪可以用磁石夾喺衫嘅任何位置。我估因為佢本身比較重，正用磁石唔夠穩陣。另外佢仲有2件配件跟埋嘅，首先係第五底座加橡筋配件，呢個就係遙控器底座，都係用硬膠做嘅，都係品牌 logo， 都係有呢個掣，都係有2個膠爪。背面設計係咁嘅，咁樣睇咧，你就會見到呢2個勾就可以勾住條橡筋。咁而呢個組件咧亦都可以轉嘅，可以打直或者打翻橫。要安裝先將遙控器上面嗰個位對住上面嗰個膠爪，跟住之後下邊就用手指撳實佢，啪一聲咁就鎖緊噶啦。咁見到底座後邊呢個位有防線軟膠，而呢個位就弧形嘅，再靠直膠橡筋綁緊。裝橡筋之前先睇清楚呢2個勾，佢哋係唔一樣嘅。左邊呢個開口細啲，佢可以鎖死條橡筋。你見到條橡筋鎖咗喺裏邊，唔會跌翻出嚟嘅。另外一個勾開口比較大，俾你咁樣套條橡筋上去之後固定佢，但亦都方便你隨時咧拆開出嚟嘅。裝咗喺3腳架自拍棍做例子就係咁樣啦。而家試下將個收音遙控器夾咗呢度，睇下咁樣揸住啲自拍棍影相嘅話，佢收音呢個角度好唔好啦？好，而家測試下將個收音藍牙遙控夾喺自拍棍手柄嗰個位度。X5 柄棍頂其實離開我個嘴唔係好遠嘅啫。用咗雙軌收音，2者都冇打開呢個降噪嘅。咁啊 X5 內置咪就開咗人聲增強啦。咁就藍牙遙控器就熄咗呢個降噪。唔同大小嘅橡筋就俾你綁個遙控器喺唔同粗幼嘅管上面。我覺得佢適合夾喺單車或者電單車嘅手柄度，咁你就可以用佢收音做埋 mon 同埋收 GPS 啦。另外一件配件比較特別，佢就係第6專用錶帶。咁我睇清楚個錶帶啦，中間呢個位用硬膠做嘅，呢度咧隻直膠錶帶，上面都係一樣，最頂呢度有個扣，咁都係戴錶咁用啦，應該係咁樣。將啲窿位篤落個扣裏邊，之後將多餘嘅錶帶咧就可以穿入呢個位裏邊啦。錶帶中間個底座左右下角都有少少防滑軟膠嘅。咁下邊都有個 release 掣啦，今次就唔係撳落去啦，係向下拉。拉嗰時咧，你會見到有少少紅色嘅。見下裝個方法就係先將上面個膠爪對好位啦。之後如果你就咁撳落去咧，係撳唔落去嘅。你要用指甲先將呢一個掣向下拉。
之後先可以鎖緊隻遙控器喺上邊，比較麻煩嘅其實。但係一上手就係咁個樣噶啦，應該淨係適合用嚟做遙控同埋收 GPS 嘅啫，用嚟收聲效果應該麻麻地。測試下，而家試下將個收音遙控器放喺手腕度，跟住一邊行一邊收音。咁就行嗰陣咧，隻手都會擺喺身邊嘅，唔會特別咁樣指出嚟講嘢嘅。行下聽下先。好，呢個咁嘅收音藍牙遙控器價錢應該都唔平。不過佢亦都有收音嘅功能，又有 GPS 嘅功能。要插落嚟先都比較麻煩，先要將呢個位置向下拉，拉完之後咧就慢慢將個遙控器褪出嚟。嗱，你會見到係好唔方便嘅，因為咧佢向下拉呢個位咧係同遙控器嘅底度好近啊，所以咧冇乜位置俾你拉。你拉咗去下邊之後，咁樣褪出嚟先得啦。比較佢三個加埋個支架、個夾同埋個底座就好易安裝，條錶帶就好難裝啊。係時候測試下點 set up。第七，開機連接，試下開機。我諗呢個係開關掣啦，撳實，見到 Insta360 logo 之後佢震咗一下，聽到開機聲，開機都唔算快啊。中意有得揀語言啦，繁體中文。下一步。隻芒幾靚喎，幾清啊！跟住在相機設定中搜尋呢個遙控器並進行連結，跟住揾藍牙，之後藍牙遙控器撳一下，揾到啦 GPS Preview Remote 加 Mic， 撳一下連接，已連接相機，正在載入數據。拍攝模式支援圖傳與拍攝設定，收音模式支援為相機即時收音。暫時跟住拍攝模式先啦，確認，咁就見到呢部機影緊嘅嘢啦。及下佢隻 mon 睇下有咩睇先。第八，操作界面同功能，睇下遙控器個 mon 上面有咩資訊先。首先就有畫面預覽啦，如果你用手指喐佢咧，你係可以做埋 reframe 嘅喎，幾犀利嘅喎。跟住篤個畫面一下咧，就會刪咗所有 menu 佢，篤多一下就會開翻出嚟。右手邊有兩個箭嘴嘅 icon 咧，就係用嚟切換鏡頭方向嘅，你會見到預覽唔同鏡頭。下邊顯示咗拍攝模式同埋解像度，兩者都係撳入去有得轉嘅。撳埋解像度，亦都有得揀，同時亦都可以決定開唔開運動 HDR。無論遙控器喺邊個模式，畫面右手邊拉過嚟咧，都會可以打開拍攝參數設定嘅，譬如揀顏色啊、iLock 啊、EV 啊呢啲都有得揀，亦都可以轉做手動曝光咁樣嘅。咁而畫面左邊掃入嚟咧，就有得直接撳收音設定或者係錄音桌布嘅，就唔需要入去設定撳咁多下先揾到呢個功能啦。畫面最頂就係一啲狀態，右上角就係相機嘅電量，撳右上角個電池一下咧，你就可以選擇顯示相機嘅電量定係遙控器嘅電量嘅。之後有個寫住 GPS， 而家你見到佢閃下閃下咧，就係 GPS signal 個強弱，而家係揾緊嘅。跟住就會見到張記憶卡可以影到幾耐啦。用 X5 做例子，睇下係咪所有 mode 都有喺度，循環錄影、照片、星空、連拍、間隔、行車、Pure Video、動態跟拍、延時攝影、移動延時、子彈時間，係啦，所有 mode 都喺度嘅。單鏡頭模式亦都一樣啦。測試下轉 mode 速度快唔快啊？撳一下之後，我去照片撳，搞掂。其實都算幾慢。比較好係佢去到唔同模式咧，可以設定到個參數都係一模一樣。你可以選擇喺機度設定或者喺遙控器上面設定都得。佢機身上面都有啲掣嘅。第九，按鍵功能，按鍵操作咧，呢個位就應該開始錄影，好簡單啦。撳一下，嘟一聲。佢會嘟再加震嘅，相機都會嘟加震，跟住咁多下，停啦，係啦，先出聲就再震俾你聽。就算喺收音模式咧，撳呢個快門掣都會開始錄影嘅，遙控錄影，你會見到開始咗啦。另外一個掣銀色呢一個，撳一下轉模式嘅，原來你可以就咁撳，切換所有模式都得，跟住放手等一陣就會 set 咗去嗰個模式噶啦。咁喺錄影期間撳呢個銀色掣有咩用咧？撳。哦，原來淨係會熄咗佢個芒，撳多下開翻。錄影途中撳實呢個紅色掣，撳實，佢亦都會幫你取消錄影，取消咗啦。佢機仔細細，原來都有幾個 mode 選擇。第十，模式功能介紹，講下佢兩個主要模式啦。而家咧就係有相機，跟住有個無線嘅 icon 喺度咧，就應該係俾你控制部相機同埋收埋 GPS 嘅。隔離有收音咪嗰個就當然係收音咪模式啦，撳一下。去到收音咪模式啦，你講嘢嗰陣，佢有個波浪紋話俾你聽收到音嘅，你唔講嘢佢就會靜止噶啦。遙控器喺拍攝模式嘅話，部 X5 嘅收音咧就會用翻佢個內置收音咪嘅。如果你將佢轉做收音模式，就會見到話已連接呢個咪啦。咁樣而家拍嘢 X5 咧就會用遙控器個收音咪嘅，而且喺 X5 屏幕個頂嗰度有條音量計喐下喐下，即係代表用緊藍牙收音咪啦。你隨時可以喺 X5 個音訊設定度睇下用緊邊啲收音咪嘅。你見到而家剔咗藍牙收音咪啦。咁如果我將個遙控呢度轉翻做拍攝模式嘅話，嗱 X5 個顯示唔係再用藍牙收音咪啦，係用緊相機內置麥克風啦。我有理由相信，就算用咗收音模式，遙控器都可以 fit 到 GPS 資訊落喺 X5 度嘅。等一陣會出街試下。
冇理由咁白痴收音嗰陣就 fit 唔到 GPS 啩。咁而有需要拍攝模式嘅原因咧，就係因為你唔係成日都需要用支收音咪噶嘛。用拍攝模式嘅話就唔會啟動支咪，應該會慳翻啲電。預覽畫面左上角有個箭嘴，撳一下可以出翻去上邊，跟住都有幾版俾你揀嘅。掃過呢邊就會見到有個儀表板啦，再掃過呢邊有個指南針，再掃就係設定。想影嘢撳一下呢個相機 icon 一陣，就會入翻去預覽畫面。而家出去實測兩個主要模式同埋第11 GPS 功能實測，睇下收聲速度先。開機撳實顯示 logo。嗱，而家嘅天色係咁樣嘅，咁佢而家嘗試連接去 X5 度。OK， 準備收聲啦。GPS 度斬緊，收到啦。見到有3格 GPS 嗰度唔再斬。由開咗機到收到信號，大約用咗1分鐘左右。如果由撳開關掣開始計，就用咗分半鐘。唔同地方唔同環境速度都唔一樣，呢個速度參考下啦。先測試嗰個係拍攝模式，首先就用收音 GPS 藍牙遙控器，咁就冇收音嘅。而家係用 X5 內置收音，先試下用個 GPS 記錄下呢一個行路軌跡先。見到有人喺度放狗，咁附近都幾多人養狗，但係佢哋養嗰啲狗咧，成日喺附近屙屎，所以周地都係屎。速度啱，軌跡啱，但我個水平高度就唔啱，話我喺負20米喎。然後就係測試收音模式，到底佢係咪咁蠢？收音嗰陣會冇咗個 GPS 咧？而家就開埋佢個收音模式，即係收音都用埋呢一隻收音 GPS 遙控器收音嘅。開咗弱降噪，因為附近好多車經過啊，所以都想隔一隔啲 noise 啊。好啦，咁今次就可以測試到佢係咪真係可以一邊幫你收音，一邊攞埋 GPS 嘅 signal 俾你啦。哇！上面有人玩滑翔傘喎，離我屋企唔係好遠啫喎。OK， 好。咁因為用咗藍牙收音咪啦，就算支自拍棍懟到好遠，甚至乎拉長佢放喺身後邊，應該都收音收得好清楚嘅。嗱，而家就拉長放咗喺身後邊啦。佢係可以同時收音、收 GPS 同埋做埋遙控嘅。今次個水平高度冇乜問題，但係個波度上落好大啊，好唔穩定。我見個 GPS 信號都係徘徊喺2至3格，唔係成日收滿嘅，所以啲 GPS 信號係有少少奇怪。例如我第3次測試嗰陣咧，佢話我喺海拔133米高，我呢度絕對係冇133米啦。跟住第一次測試咧，佢話我喺海拔-24米喎，咁我更加就唔會喺海平面下邊啦。咁所以佢呢個 GPS signal 咧，準唔準都係好睇個 signal 強唔強啊。我身處喺個鎮仔度，可能信號唔係咁靚。去到郊外環境廣闊啲，可能信號會準啲。但換句話講，如果你身處大城市，佢個準程度就會更加差啦。順便教埋你點樣將 GPS 資訊加入 Insta360啲片度啊。要加 GPS 資訊咧，就打開條片之後，左邊撳 Keyframe 呢個掣，跟住咧我當撳新草稿啦。之後喺下邊時間軸篤條片一下，再喺下邊揀儀表板，等佢一陣。你會見到 GPS 資訊已經放咗上去㗎啦，有唔同 template 可以揀嘅，你播嗰時你就會見到嗱係有晒嗰啲數字喺度嘅。雖然佢只不過係個配件，但佢有超級多嘅。第12設定選項，畫面上面拉落嚟咧就有啲設定，睇下有啲咩 set 啦。首先你會見到連接咗 X5 嘅，而且係佢個型號啦。之後右上角有個3點，你可以斷開連結或者刪除設備嘅。跟住下邊有個鎖掣啦，你試下撳一下就會上或已解鎖，即係而家咧個遙控器個 mon 咧就鎖住咗噶啦，你要喺下邊拉翻上去先可以解鎖嘅。右下角有一個扭動嘅 icon， 撳一下，哦，原來可以開啟扭一扭嘅功能啊！開咗佢嘅話，你只需要將遙控器喺個手腕上面擰兩下嘅話，就會開始拍攝噶啦。試下扭一扭手腕開始拍個功能啦，1、2，哦，真係開到拍喎 ，OK 喎。試下停機先，1、2。又真係停喎 ，OK。咁就設定睇下啦。功能有喚醒相機，有得開同閂啦；指示燈有得開同閂啦。之後有聲音和震動，就有得揀聲有靜音、低、中、高。冇得俾你揀震唔震喎。顯示和亮度可以揀隻 mon 有幾光，跟住顯示呢度可以揀抬起手腕打開螢幕。之後點擊螢幕以開啟背景光源。自動休眠時間有10秒。去到永不，最尾有錄影中自動熄屏，顯示方向有0度、90、180同埋270度揀。收音設定
有智慧降噪，分別係強檔、弱檔同埋關閉。等陣會同大家測試下呢3個檔次嘅分別，記得睇埋啊。跟住有低切，應該英文叫做 low cut filter。下邊取樣深度24bit 同埋32bit。語音控制，相機開啟語音控制功能之後咧，你對住遙控器講嘢都有用嘅。米克風增益分別有+18、+12、+6、+30、減3、減6、減12、減18揀。本地備份收音嗰陣咧，同時會 save 一個檔案落去個遙控器裏邊。所以喺下邊就睇到佢個容量啦，你見到有5.27G 嘅，總共可以錄製嘅時長係10個鐘頭55分鐘。咁而下邊就係音訊備份檔案有幾多個，而家係暫時冇嘅。錄音桌布撳入去，即係喺錄音模式嗰時，你個畫面會顯示乜嘢個 wallpaper 有幾張揀嘅。下一點會教埋你點樣加自己張相上去用。檔案傳輸密碼，你可以設定呢個檔案傳輸密碼。儀表板單位就有公里同英里揀，跟住就係時間、語言、恢復原廠設定、認證同埋關於遙控呢啲大家都唔會理嘅嘢。啱啱應承過會講嘅。第13自定 wallpaper， 原本已經有好多張 wallpaper 選擇㗎啦，最尾仲有新增呢個選項，話俾你聽可以喺 app 度自定桌布，喺 app 個設定位揀配件設定，佢會揾到隻 remote， 撳一下入去，之後有個叫壁紙嘅選項，撳入去有得新增壁紙，撳加號，你就可以揀自己嘅相，譬如呢張。撳我撳剔好，佢就會 loading 將 wallpaper send 去個遙控器度啦。我諗佢同遙控器中間係用藍牙聯絡嘅啫，所以係要啲時間嘅。得啦，傳輸完成之後去翻遙控器設定呢度揾到個桌布就係我個樣啦，撳一下。咁我轉去收音模式嗰陣呢，佢個 default 桌布就會變咗係大男孩呢個樣啦，見到啊？幾型？撳咗呢個位，直接去見到我個樣添，唔會有其他嘢阻住嘅。如果呢條友幫到你知清楚啲先好投資，不如撳個訂閱掣去支持下佢。下次買嘢用我喺官網嘅專用購買連結都得。多謝我哋繼續。第14遙控開山機，如果相機連接過呢個遙控器嘅話咧，你開咗個遙控器，開完之後咧，佢會啟動埋部相機嘅。等一陣佢就會自己連埋線噶啦，連好咗啦。連好咗嘅情況下咧，熄咗隻遙控器，撳住個開關掣一陣。佢會問你想係刪相機、刪遙控定兩者都刪嘅？咁我試下兩者都刪啦，拉過嚟，等一陣，嗱，兩者都刪機啦。原來佢可以控制多過一部機嘅喎，喺片尾會同你詳細測試。而家先聽下第15聲音降噪測試。首先係冇開到降噪，而家係冇開降噪，下面有啲車經過，聽下啦，聽到車聲啊。然後開咗弱降噪，而家開咗弱降噪，下面有啲車嚟緊啦。啱啱經過啦，聽到啊？經過咗一部，第二部都應該都嚟緊啦啩？係啦，有部車喺後邊經過啦。最後就開咗強降噪，而家係強降噪，有車經過啦，後邊第一部，而家去到我後邊啦，又有一部，兩部。效果同原廠嗰啲靜收音咪差唔多，開咗係減少咗啲雜音，但係啲聲就冇咁真實啦。頭先咪講過佢自己都會錄埋一條聲做 backup 嘅。第16攞翻遙控器內錄嗰條聲，如果想聽翻錄咗喺裏邊嘅聲音檔，就去設定之後內存管理音訊備份檔案，咁佢要 load 一陣嘅，唔算太快啊呢個 loading。你只要撳個檔案名一下咧，就入到去播放頁面啦，你可以播翻噶喎，聽下啦。如果唔中意嘅話，亦都可以刪除佢嘅，刪除。咁就冇咗噶啦，要攞翻存咗喺裏邊嘅聲音檔，先要設定呢個檔案傳輸密碼嘅。設定呢個位撳入去，之後撳開始設定，設定新密碼 ，OK， 設置成功。之後用 USB 線插落遙控器度，另外一邊 USB 頭咧，我插落部 iPad 度，選擇 USB 模式啦，我就揀檔案傳輸。撳密碼，跟住部 iPad 嘅 File App 裏邊真係見到 Insta360喎，撳入去，裏邊有3個資料夾同埋一個檔案，咁中間嗰個叫做 Insta360 Audio 就會見到翻晒嗰啲聲音檔啦。而家開始我攞多幾部 Insta360 相機出嚟。第17多機連接遙控，我想睇下呢個遙控器可唔可以連接多過一部 X5 啊？你見到去到呢個位左上角有得加相機，加佢叫我喺相機裏面就揾呢個遙控器啦，揾到啦，撳一下連接。但係同一時間黑色呢一部有冇連緊呢？竟然兩部 X5 都話連接到呢隻遙控器喎，咁睇下佢可唔可以同時搖佢開始兩部 X5 拍攝啦？撳一下得喎，兩部一齊開始錄，熄機。OK， 連接咗兩部機之後呢，個 mon 就冇再預覽邊一部機噶啦，咁樣上面拉翻落嚟。就可以睇到第一部 X5， 第二部 X5 都連接好，之後兩者都一齊轉模式啦，撳入去轉做影相模式，撳得喎，成功喎，咁試下影相啦，影 OK， 一齊影相，遙控兩部機一齊熄機，識唔識啊？撳實遙控器個開關掣，關閉相機，拉，
得喎，真係兩部一齊熄機喎。咁我當然唔會就此罷休啦，拉落嚟試下再加多一部相機，就試下部 AP2 啦。佢呢度顯示到連接咗3部相機啦喎。試下一個遙控同時搖佢開拍3部機啦，撳。係得嘅，但係唔知點解 AP2 同佢連接咗之後呢，佢有個 bug 嘅喎，佢刪唔到呢個咁嘅語音提示啊，不斷咁講普通話話俾佢聽我做緊乜嘢，好奇怪。停機。咁可唔可以取消錄影呢？嗱，撳10個快門掣，撳。OK， 3部機都取消咗啦。咁如果我試下喺度改模式呢，撳入去之後改影相。OK， 3部同時改咗模式啦，試埋一次過熄晒3部機啦，關閉遙控器及相機，拉。一次過熄晒3部機，加埋熄埋個遙控器，正啊！睇下可唔可以逐步相機攔埋換繩先。而家係另一部 X5， 可以啦。跟住就會攔埋連接 ，OK。跟住就到 AP2 啦，前往連接，叫醒埋部白色 AP2 啦。而家試埋連接多一部，4部相機，今次就係黑色 AP2， 最尾都連接埋啦。你見到連咗4部相機啊，一個遙控器同時遙控開拍4部相機，開始撳。見到啦，4部都喺度錄緊啦，撳停佢。OK， 又試下4部一齊轉模啊！相機咁快嘅，撳一下，你睇，等一陣，咁快喎！你睇，時間都唔俾人去轉模喎。好，轉做照片。OK， 一次過將4部機轉咗做影相模啦。咁最尾同時撳實快門取消錄影，撳實。OK， 4部都唔錄啦 ，OK 嘅。同時連接遙控幾部機就冇問題啦。咁第18，為幾部機一齊收音得唔得？雖然可以同時連接4部相機之後遙控佢哋，但係收音淨係可以為一部相機收音嘅啫。你見到而家係為呢部 X5 啊，咁你撳入去咧就可以揀幫邊一部嘅相機收音嘅。譬如我想轉做其中一部 Ace Pro 2，部機就連咗喺 Ace Pro 2嗰度收音啦。頭先就將隻藍牙咪咧由部 X5 轉咗去 Ace Pro 2，你會見到 X5 呢度咧就再冇話係用藍牙咪啦。咁但係 Ace Pro 2呢度咧就剔咗藍牙咪。頭先咪講過隻遙控器會自己錄埋段聲嘅，識得剪片咪將嗰段聲加落另外嗰3部機影出嚟嘅片度咯。收音唔可以 fit 晒俾咁多部機。咁第19，幾部相機一齊收 GPS 得唔得？自己睇片。而家測試將個收音 GPS 藍牙遙控器連接咗4部相機，2部 X5。2部 AP2， 咁又幾過癮喎！而家講下我對佢嘅睇法。原廠有出呢啲可以遙控又可以 fit 到 GPS 嘅，或者呢啲可以遙控又可以收埋音嘅，但淨係得佢可以外置屏幕、GPS 遙控器同埋收音一齊做到。你分別買個 GPS 遙控再買支咪連接埋相機一齊用係冇問題嘅，用佢就唔需要煩點樣夾住2件嘢簡潔啲咯。留意翻佢係唔防水嘅，要玩水可以揀翻原廠隻防水 GPS 遙控器，但就冇圖傳同埋冇收音咪功能。另外要考慮佢會唔會 support 到將來個相機，因為冇人可以擔保嘅，就好似佢而家都唔支援 Go Ultra 一樣。睇翻官網介紹，佢最大個顧客應該係單車、電單車同埋揸車嘅人。一般去旅遊郊遊嘅人未必需要用到 GPS 同埋圖傳功能，咁買隻淨咪用嚟收音同埋遙控可能就抵啲啦。Insa 360已經出咗幾代 GPS 遙控器㗎啦，佢已經做到好穩定啊，測試嗰陣冇乜發現問題，淨係得佢做到一個功能咁全嘅遙控器出嚟咯，但價錢唔平喎。想睇下原裝淨收音咪教示可以撳呢度。我係 Nick，下次見，拜拜。